如果有人問我班夫珊瑚到底有咩唔同，我會話佢哋好似三位風華絕代、氣韻天成嘅傾世名著。朝早旅遊公司介紹巴直接嚟民宿接我哋出發，全程唔使自己揸車，唔使撲夢蓮湖張飛，淨係負責睇風景同埋影相，真係嘆啊！第一站翡翠湖，翡翠湖嗰幕稱係宋徽宗用馬路入窯燒出嚟嘅汝窯天青釉啊，正如處子，溫潤如玉，連風經過都會驚打擾咗佢嘅清夢。佢好似一位鐘鳴鼎食之家嘅名門淑女，唔爭唔搶，卻令人忍唔住駐足凝望。喺呢度影相，連空氣都染上一縷禪意啊！接住夢蓮湖，夢蓮湖嗰幕稱係雨過天青之後嘅一抹蔚藍，雲破天開，天光傾瀉而下，幽淡明淨，不染千塵。嗰種顏色高貴到好似只可遠觀不可截玩，佢係我心目中嘅嗰朵高嶺之花，清冷孤絕，不可荒物。無論你係企喺湖邊平視，定係登上觀景台俯覽，嗰抹藍都會令你瞬間失語。最後路易斯湖，路易斯湖嘅顏色介於粉青同青綠之間，青中透白，宛如一方極品楊枝青玉。佢令我諗起梁祝裏邊女扮男裝嘅祝英台，又似足年輕時嘅林青霞，中性英氣颯爽，偏偏帶住一種與生俱來嘅皇家氣度。冰川、雪山、湖水交織成畫，雍容大氣，從容不迫。同樣係清晰，卻係三種截然不同嘅傾世浪漫。夢蓮湖係只可遠觀高不可攀嘅白月光，翡翠湖係溫柔閒雅、歲月靜好嘅世家千金，路易斯湖係英姿颯爽、氣度雍容嘅將門貴胄。下晝5點，旅遊公司將朋友送到班夫訂好嘅酒店，我就跟車返 Calgary， 一日睇盡班夫珊瑚，先至明白原來清晰都可以美到咁千姿百態。如果俾你揀，你會將心留喺邊一位？多謝收睇 My Kelly， 關注我帶你了解卡爾加里嘅吃喝玩樂。